大亮点就是裸视3D 沉浸式体验、AR 扩增实境以及那个 AI 沉浸式体验，还有3D 的地贴，这些都是着重在视觉的效果。我们希望让大家来玩的时候能够因为这些视觉的特效，然后会想要做拍照，然后或者录影，然后再上传到个人的社群媒体，来达到一个扩散的一个效果。这个科艺之旅当中，我们设计了很多首次在台南出现的裸视3D 的这个视觉效果。除了用昆山这个地名去延伸出这个大禹的祝福这一个主秀之外，另外我们还运用了台南的这400年来著名的一些古迹，做成一个古迹的列车，然后带大家遨游这400年。还有大家最怀旧的，就是比如说台南小时候大家在玩的童玩，比如说这些打弹珠啊、俄罗斯方块啊、铃鼓啊、小鸭啊，我们把这些玩具跟童玩融合在我们的裸视3D 里面。在我们的沉浸式体验里面，我们除了回顾400年来的这些古迹之外，我们还让大家看到了从以前到现在的台南这些年来的这些演变，然后所以变成说我们利用一个时间跟空间的维度，从400年前的台南一路回顾到未来的台南，我们发出一个讯号，告诉大家说未来的台南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然后结合了比如说跟台南有关系的这些音乐人，然后这些文化古迹的内容、自然的场景，融合在这次的科艺之旅当中呢，希望大家更认识这400年来台南的变化。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看到我们台南跨世纪科艺400科艺之旅哈，那充分显现了这个我们用一些科技可以从我们过去回溯过去，一直到看到现在，一直到展望未来。那尤其是对自己的名字来做藏头诗，我相信很多市民，我觉得一定会觉得很新鲜。好，那用自己的图像来经过生成式 AI 来做成这个古代的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戏剧人物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那所以说欢迎各位好朋友福老西大的带小的亲子，不管是到和乐公园或者来这边观赏我们一些跨世纪的这个科艺之旅，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好。那我相信在展期期间一定能够让很多市民朋友留下深刻印象。那不管是在哪一个在货柜屋，或者在这个裸视3D 每个小时表演4次，这些都是会让人很开心、很惊艳的。欢迎大家来到和乐广场观赏我们跨世纪科艺400之旅。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大家好，我是柯曼晶，欢迎收看1月26號禮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2024台南車展伫大台南會展中心登場，市長黃偉哲表示，台南車展真受到歡迎，而且這下一流的品牌提供民眾非常豐富的選擇。請用剪！恭喜2024台南車展台南 Auto Show 正式開幕。台南車展今年邁入第2屆，舊年首度舉辦時就大獲業者好評。展覽更吸引到來自全國各地愛車人士莅臨參觀，創造出3萬多千觀展人次。今年參展規模更擴大到533間，參展廠商超過120間以上。市長黃偉哲表示，咱台灣汽車的市場，無論在 B2B、B2C 方面，攏有真優秀的表現。在汽車改裝部品方面，咱市更是展現出強大實力，擁有真濟隱形冠軍企業。南台灣的汽機車市場，在B2B、B2C 都有。那尤其在汽機車的改裝部品方面，我們有非常非常強的實力，也非常非常多的隱形冠軍。那所以呢，這個部分的展覽一定是非常讓許多改裝車迷
怦然心动的。另外呢，对于绿能的部分节能车绿能车，还有许多新形态的概念车，其实也都有展出。2024台南车展展览涵盖日能领域，包含节能车、日能车以及各种新形态概念车，同时嘛有各大厂牌汽机车、周边商品、改装品等等，是爱车人士找宝贝的好所在。展览自1月2日一直展到1月29。主办单位台南市经发局欢迎全国好朋友来写问卷，免费换证入场。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因这2024龙年来到，总统府日前公布春联红包乐的设计，祝福国民新的一年万事亨通、福运昌隆。民进党台南市东部甲公职服务处开始分发民众。民进党台南市东部的人员正无影将一块一块总统府的春联，准备要送到所有党公职的服务处来发送。迎接2024龙年的来到，今年总统甲副总统的春联贺词为万物兴隆，希望祝福国人万事兴通、福运昌隆。每年就是迄个龙年吼，所以这个的主题是万物兴隆，就是寓意就是讲要祝福咱的国人吼，会当事业亨通，什么事情都很兴隆繁盛。在这个新春年头咱的小英总统跟咱新上任新当选的赖清德的联名的福袋，要送给我们民众，希望大家就是讲，在新的一年事事都能顺心如意，万物兴隆。除了春联的贺词，另外还有红包乐甲龙年的福袋。今年的福袋有龙的图腾。设计为立体造型，内面有1块的硬币，吸引未少的民众前来领取。蔡英文这个最后一届迄个总统来了，看着咱罗清德总统，这感觉尤其是龙年大家有这个气息就袂歹，过来罗清德遮来继续来扶持着咱蔡英文后壁遮各方的建设当然这红包是虽然是一个小小红包，不过这个对咱一般百姓的意义嘛真大。今年总统府的春联、福袋甲红包乐的设计真美，虽然是小英总统最后一任，不过嘛有新当选后届总统赖清德对着国人的祝福，希望民众到民进党市党部或者是就近的党公职服务处来索取，数量有限，发完为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办理第13届全国手持机飞行比赛，公布结果，由台南市竹桥甲西港国中得到前3名，相当优秀。从手中轻开飞机牵出去，牵的过程无遐尔简单，除了爱比稳，还佫爱比远，看倒一台飞架佫较久。佫要判断方向、配档调整等等。对那个角度投掷的角度还有力道，不是谁的用力呢？用力可能只会丢得远，但是一下就掉到地上了。第13届全国手持机飞行比赛，由台南市德高国中的2位学生摕下第1名，虽然是偏乡学校，不过对科技创造培养是相当重视。那这2个学生有个特质，就是他们做事都很仔细。别人做一台飞机大概15分钟，老师我做完了，我不想做了。可是这些学生都做1个小时，他们会一直看那个角度，跟一直看那些细腻度，做到最好，他们才肯休息。得到了全国赛第1名的成绩，直线是满分，然后滞空的是14.75秒，也赢第2名没有多少，就是运气好。另外第2名和第3名是由西港国中得到。手持机的竞赛是一个很棒的课程。它是一个问题导向，以 PBL 出发的课程。同学非常的用心，透过不断的这一个实作，还有原理的探究，那才能够有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就是进步了全国第2，感谢我的主任还有老师同学。在比赛过程当中，学生除了学到相关知识，所培养出的团队合作、勇敢挑战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到桥到第3回恭喜这种团队以外，也勉励继续努力，为台南市争取荣耀。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
第一届袁坤杯国际青年橄榄球邀请赛将于在1月27号、28号2天伫台南市举行，将有台湾、日本、韩国的选手参加。市长黄伟哲热情邀请全国民众共同为选手加油。高雄医大病院院长杜元坤长期支持基层橄榄球运动，这次特别回到高雄台南举办第一届国际青年橄榄球比赛。橄榄球是我们台南市的一个代表的运动，这个运动所强调的就是说呢，要相信你的队友，尊重你的对手，服从裁判，团队合作。过去元坤杯每当12月伫台北举办，提供大专以后学生竞技交流。今年特别伫台南举办国际青年7人制橄榄球邀请赛，市长黄伟哲除了鼓励青年来参赛，也邀请全国民众来感受橄榄球的热火。不管是国中、国小、国中或者是高中对于橄榄球运能够代代相传，后继有人。过去几支橄榄球劲旅，现在都还在很努力的勉力苦撑，但我们这个振兴橄榄球是责无旁贷的。这次有来自台湾、日本、韩国等在机队伍，希望橄榄球运动会当伫台南继续发展。市府团队表示会全力来协助比赛，一定会替元坤杯拍响名号。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一名80岁老先生本身有高血压甲慢性腰子病，因为未清醒，心脏跳小慢，互送去台南病院。经过医生判断是尿毒合并严重的高血钾。经过急救，才恢复意识。医生呼吁民众，除了爱保护腰子，嘛爱控制原本的慢性疾病。腰子是透过制作尿液为身体来排水排毒，维持生命生存所需要的体内环境。但如果腰子因为短时间急性的肾损伤，或者是长时间的功能恶化，也就是慢性腰子病的恶化，失去排水甲排毒的功能，就会造成尿毒。危险生命时，甚至需要紧急来洗肾。因此，如何早期发现，并且控制原有的慢性疾病，才能延缓恶化，保护家己的腰子。面对肾脏病的危机我们做法大概有3个。第一个就是要早期发现，然后第二个是延缓它的恶化。那如果真的进到尿毒的状况的话，可能会需要透析的治疗。那当然，俗话都说早期发现、早期预防这样子。那在早期发现的部分，因为慢性肾脏病刚开始的症状其实都很不明显，所以通常会需要透过抽血跟验尿来诊断。那针对一些高危险群，像是患有3高的患者，像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还有本身有抽烟或者是经常服用成药或来路不明的药物，或是比较高龄的长者，或是家族里面有慢性病史的这些高危险群，会建议到医疗院所去追踪抽血跟验尿的部分。那在如果说有发现肾脏的问题、肾脏病的问题，那会需要预防的话，通常还是透过控制原本的慢性疾病，像是如果有高血压，就把血压控制稳定；如果有糖尿病的部分，就让血糖的部分控制稳定。那控制原本的慢性疾病，其实就是保护肾脏的最重要的方式。医师表示，如果是急性的腰子病，拄开始接受透析的治疗，腰子功能也是有机会会用恢复到脱离透析。你长期需要透析的朋友，这是需要和医疗团队做伙来努力，才会用打造胜利的人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日本伫节庆的时阵，拢会将各项料理放入咧茶内底，然后一盏一盏送上桌，这就叫做御节料理。东区一间板前料理店，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服务消费者。咱做伙来看卖。曾在美国米其林餐厅工作的吕正伟，在学成之后，怀抱着理想，回到母亲的故乡台南，创立了错边 NBA 餐厅，将充满法式的灵魂注入日式料理当中，并以御节料理形式，将美味与祝福透过料理送到每位消费者面前。
我们餐厅会秉持着一个就是一菜一酱的概念。那在这个同时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就是让客人有不一样的料理的体验。那这种料理又很像是中餐的一个合食的一个方式，但同时也有就是西餐的一个就是一道菜一道菜的一个概念。那又不会像西餐，就是说为了一道菜吃完下一道菜再等下一道菜，可以一次有4种不同的料理方式去做一个体验跟感受。御节料理的每个木盒中有4道料理，一盒吃完再送上一盒，总共3层。从冷盘、前菜到主餐，每道料理从摆盘搭配到食材选用，都能看出吕政委的用心。其中看似简单的烤菠菜，更是让消费者印象深刻。就菠菜一般我们都会用水，就是用炒的还是水煮的，然后它是有烤过，所以有一点那种炭香的味道，然后加上它上面有一点爆米花，很特殊的、很多元、很有层次的口感这样。一刀切下，看得出粉嫩肉质。不过这可不是牛肉，而是较少见的纽西兰和羊。与一般的羊肉比较起来，和羊的肉质更软嫩，且没有羊骚味。一般是我听过和牛，没有听过和羊。对。所以，比方说你刚才吃下去的第一口口感，你自己觉得如何？很嫩，而且完全没有羊骚味。纽西兰一个农场叫 Lumina， 那他们会是用比较特殊的饲养方式，还有喂食的，就是饲料给羊。他让他们去使用，那他们对于每一个关节都很就是把持着就是严格的把关，然后在肉上面的就是整体性质上面不会像大部分的羊肉会有一些羊腥味或者羊骚味。吕政委以可以讲究何必将就的料理哲学，在台南东区小巷子内开了这间小小却充满人情味的错边 NBR 餐厅。并以台南目前较少见的御节料理出餐方式，可以一次品尝到10多种菜色，加上吧台就是半开放的空间，消费者可以看到厨师料理的过程，相当有特色。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要过年啊，家人协会特别举办一场厨艺比赛，邀请家政班使用在地海产做料理，嘛邀请长辈来围炉，提前感受到过年气氛。放入葱段、彩椒稍微翻炒，最后简单调味，再加入已经翻炒过的剑虾，色香味俱全。还有飞软香肠搭配乌鱼子、酱烧活鱼、新鲜炸花枝，每一道料理都是渔会家政班的杰作。一只都一口刚刚好，非常适合年纪长的啊、小孩吃啊，营养又好吃，而且我们在炒的过程大概应该不会超过3分钟，就只有用盐巴调味哦。过程如果大家有看到，然后你要用什么颜色都可以。阮这是家己本港家己掠的，会钓的花枝哦，真材实料，家己去制作的，无掺防腐剂哦。拢是一般都是讲家己现钓的，船啊家己去钓的。来咧做诶，做拢真材实料就对啊啦。下个月就是农历春节，基隆区渔会举办了料理竞赛，邀请家政班邻近的邻里使用基隆渔货来场大车拼。现场除了专业评审定胜负之外，也邀请长者品尝，提前聚餐围炉。让大家同心协力哦来做菜，把自己的私房菜拿出来煮一煮，让大家来吃哦，非常高兴。有黄鱼，有鲳鱼。有虾子，这是拢外口无像咱渔会遐尼啊，迄落的新鲜的，然后佫有迄落的飞鱼卵的迄种迄落香肠，迄是囡仔上爱食的，合家拢会当迄落的食用的。我先感谢基隆区渔会有举办这个年菜的比赛那有荣幸大家刚好我们这个团队沙子里这些阿姨煮了8道的这个丰盛的年菜利用基隆在港的渔获。这个时候年节最适合这个年菜组合。基隆区渔会这几年都推动有农委会补助来推动绿色长照所以说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邀请这些银发族一起来围炉，让他们提前享受到过年的气氛。桌上30多道料理整齐排列，光是要如何打分数，就让评审们伤透脑筋。家政班做了袂歹几年拢时常去办咱这个家政班，
所以讲，你看这济家政班来做了咱家人的推动，咱家人的海产品足好。家政班在主办年菜这个活动，然后大家都把这些冷冻的海鲜利用的淋漓尽致，所有的食材煮起来都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好吃，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用说一定要新鲜呐，因为冷冻的东西也是很新鲜的。一道一道的美味佳肴正式上菜，基隆区议会邀请长坛里长辈们一同围炉，让长辈们直呼真的很丰盛。有白鲳，有银龟，嘿，拢是真新鲜的鱼啊，会使预购拿回家，再加热安尼买起来真方便。我们今天的年菜今年推出的年菜，请这些阿伯阿嬷用他们最平常、最实在的做法，办透让这些社区的阿公阿嬷共享。这场料理比赛不仅强调美味，更贴心搭配长者容易咀嚼食材，制作出既营养又消化年菜，让长辈们吃得开心，感受到渔会敬老尊贤的用心。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黄色小鸭要来啊，高雄市民又要来迎接小鸭旋风。不过，爱河湾附近的博孝里就会大大受到影响。希望市府会使做好交通配套，让民众欢喜迎接黄色小鸭。欢迎，热烈欢迎，欢迎黄色小鸭，欢迎黄色小鸭。一听到黄色小鸭即将莅临爱河湾，住在附近的博孝里民莫不感到欢喜踊跃。记得10年前吧。现在又回到高雄来了，好高兴哦！欢迎黄色小鸭来高雄，非常欢迎，因为阔别10年的黄色小鸭回来喽！欢迎大家的民众可以来爱河博孝里这边市集可以逛逛，欣赏可爱的黄色小鸭。位在前金区的博孝里，位在爱河湾附近。这几年市府积极筹办大型活动，不仅带动都市观光，也增加周边里区曝光度，带来满满人潮。不过人潮也带来车潮，造成里内出入不易与交通安全的问题。黄色小鸭将至，势必会有相同的问题产生。里长便希望市府交通局届时能在爱河旁设立大型机车临停场，以及提早宣导解决相关问题。也非常乐意说配合市政府，将我们这附近周遭呢作为一个临时停车场也好啊，或者是流动的厕所区域等等，这些呢都配合大型活动区域，那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徒步区。建议市府呢是不是说可以做一些温馨提示的小卡，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让市民朋友更多的人除了来我们爱河湾欣赏黄色小鸭以外呢，我们周边邻近这边前金、林雅、盐城周边的商家都可以一起带动活络起来。发展城市观光多少会影响在地居民，减少生活便利性。博爱里长跟里民则是用积极主动的心，希望市府做好规划，减少冲击，一起开心迎接小鸭的到来。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感谢您收看1月26号中嘉台南第一项新闻，我是柯万金，咱再会。